这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社会、情绪及伦理教育全球启动仪式；西藏政策研究员感叹中国60年来对西藏环境的破坏；恰蒂斯加尔邦首席部长访问曼巴特流亡藏人定居点。美国国会宣布永远不会承认中国任命的达赖喇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由美国埃默里大学与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以及印度瓦纳基金会合作推出的社会、情绪及伦理教育全球启动仪式，于上周四4月4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致辞时，分享他对心灵教育的观点。尊者指出，现代教育体系不足以帮助人们建立一个快乐的世界，快乐的关键因素就是慈悲，因此必须在教育体系中融入有关内心慈悲的内容。尊者进一步强调，创建快乐的世界需要透过实际行动，绝不能原地踏步。与此同时，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时间，不要期待短期内就取得巨大成果，而是放眼未来。与此同时，上周五4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印度儿童权益活动人士卡拉西萨拉塔特以及德里副首席部长马尼什西索迪亚等一同出席社会、情绪及伦理教育教材全球启动仪式。达赖喇嘛尊者是20世纪最早认识到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不是核武器或世界大战，而是人类核心价值观的无声轻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引起全球情绪危机等的思想家之一。达赖喇嘛尊者对世界的最杰出贡献之一是与美国埃默里大学及其冥想科学与慈悲伦理中心共同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教育框架，用于培养儿童的社会、情绪和道德伦理，并在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以及专业教育领域示范。作为达赖喇嘛尊者长期以来的愿景，这项创新计划以普遍的世俗伦理为基础，并以尊者对人类的慈悲和道德价值为动力。此次共有来自世界各国的600多名教育工作者参加了社会、情绪及伦理教育教材全球启动仪式。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日4月7号在新德里接见了由美国知名慈善家和探险家鲍比·塞格尔带领的47名全球青年领袖团体的成员。达赖喇嘛尊者在接见会上向与会者介绍了自己的3项人生使命，即提升人类内在慈悲价值、推动宗教和谐以及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鲍比·塞格尔在19年前第一次觐见达赖喇嘛尊者时，请求尊者允许他为西藏推动一个项目。尊者当时建议他帮助和促进西藏寺院的科学教育。请继续收看今天的第3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协会环境研究员丹巴坚参于近日撰文指出，中国最新发表西藏白皮书，显示出北京当局完全不了解西藏的历史，不愿阅读官方文件以外的内容。在中国当局非法侵占西藏、镇压西藏人民60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3月27号发布新一份西藏白皮书，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内容充斥官方对西藏议题的一贯歪曲。该白皮书中包括一个关于西藏生态环境的简短章节。白皮书称，就西藏生产力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基本处于被动适应自然条件和对自然资源的单向取向状态。丹巴坚参在其文章中反驳，这是对西藏辉煌历史的又一次歪曲，也是对西藏人民在几千年来所进行的环境保护工作的不信任。此外，印度恰蒂斯加尔邦首席部长马蒂恩·蒂本帕尔女士于上周日4月7号访问曼巴特流亡藏人社区，并参观了当地藏传佛教寺院。
首席部长帕特尔女士在向曼巴特流亡藏人民众发表讲话时，提到了她与曼巴特流亡藏人会面的喜悦，并强调了佛教的重要性及其对人类的贡献。她还讲述了访问西藏的经历，并指出访问曼巴特藏人社区犹如第2次访问西藏。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于本周二4月9号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共统治下藏人与维吾尔人所受到的压迫。藏人代表与会上介绍了中共对西藏长达60年的政治奴役，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达赖喇嘛转世事务的干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在听证会上介绍了过去60年来中共对西藏的政治奴役，并强调西藏人民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历史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这是中国政府一直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尊者多次明确指出，达赖喇嘛的转世权在他自己的手中，并于2011年正式发表有关转世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共干预藏传佛教领袖转世的荒谬之处。布琼次仁还指出，中国想要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这一计谋不会得逞，西藏境内与境外的佛教徒不会接受，国际社会也不会认可。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克利加德纳再次表达了美国国会对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所持的立场，强调美国国会绝不会承认由中国所指定的达赖喇嘛。他说：“让我来清楚地表明，美国国会绝对不会承认一个由中国所指定的达赖喇嘛，直到达赖喇嘛尊者自己安排继承权事宜后，美国才会接受。”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